来到台南，就要想到当多好食的东西。今晡日就爱拖大家来看看台南有乜介好食的东西。出发咯！台南安平有名的板树林虾饼，好食的沙茶卤，各大家的虾仁肉叶，生意咩好食的古早米木烧意面，凤烧兔汤鱼羹，虾仁饭。等下来到黄金海岸看夕阳，放松一下。台南最有名的就是温体牛肉汤，真劲好食。准备老夜市咯！来到夜市的大众细说同忙请有人情味。还有大众的路头表演。讲到客家文化，当然一定会说的就是圆圆的糍粑。最年拖大家来台南了下最放的地方，太远的祝福。分享大家有闲来台南了。